今年寒人这头一波寒流报道，今仔日的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新竹的关西，干那5.4度尔尔。气象署是提示讲，这下暗开始到明仔透早呢，受到这辐射冷却的影响，有可能会搁再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。也若目前这玉山气象站已经积雪1公分啊，合欢山也继续咧落雪。明仔暗又搁有冷空气的到位，就要等到后礼拜一，这天气才会豆豆啊转好。初到透早4点外，南投合欢山的山顶敢若零下6.8度，嘛互合欢山变作是白色的世界。因为现场风真大，路面雪气互风吹起来，看着真水。阁有囡仔甲涂骹的积雪暝起来耍。都没有去过，都没有追过雪，想说带他们来顺便一起追雪。毋但合欢山，玉山气象站初到早起6点，嘛观测到有落雪。目前积雪已经1公分，也若武陵农场的灯火园，真侪树尾嘛结冰。是啥真侪游客来遮行踏？那宜兰太平山目前气温差不多0度，不过并无落雪。山区因为有大雾，树枝甲树尾有出现雾凇，无站平台嘛有结霜。提醒若要去山顶的民众，都要穿雨靴，嘛要注意路可能会焗骨。初到毋但关山出现超级低温，全台湾平地上低温伫新竹关西敢若5.4度，新北石碇仔5.5度，台北竿头5.9度。大安森林公园敢若6.2度，气象署讲台北气象站初到透早测到9.1度的低温，这嘛是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。今晚到明天清晨，辐射冷却的效应依旧会是非常的明显，所以从温度的低温的分布图上面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，北部跟宜兰普遍都会来到蓝色，就是普遍会降到大概10度左右的低温。中央气象署提醒，后一波冷空气拜六暗时会到位，估计影响的时间会到后礼拜一透早，强度差不多是大陆冷气团的程度，不过袂像这波遮尔寒。提醒民众早暗温差大，要是要穿雨靴。下个礼拜整个礼拜看起来冷空气是比较弱了，等到再下一周，也就是大概19、20号之后，可能才有机会再有比较强一点的冷空气下来的这个状况。气象专家表示，为预测来看，1月中的冷空气强度较弱，各地气温有机会豆豆回升，一直到1月底才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